家平安，欢迎收听12月初5的迦南之声。我是优波牧师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寻求真道，活水涌流出来。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第7章，总共有52节。牧师会从耶稣所谈到的活水江河来成为我们今天的重点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。圣经上说，那信我的人有活水的河流要从他心中涌流出来。约翰福音7章38节。早期先民在屯垦会在涌泉处开桩立基，涌泉水会灌溉100亩良田。这个涌泉是地下水溢流到地表的自然现象，因为在地底流动，幸运免除工业、农业废水的污染。以屏东中港溪上游的五沟水涌泉为例，近几年来，蓝色东港溪因养猪废水变调成民烟东港溪，从地底下冒出全年恒温24度C，冬季也不枯竭的五沟水涌泉，成了特有这个鱼种短吻红斑吻虾虎，这个比较特别的名字哦。还有台湾石鱼滨的天堂，并且还分布罕见的小花石龙尾、炭芹草等。涌泉滋润了生命，自然而然来创造了生活。涌泉代表的是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。然后今天我们看到耶稣所谈论也有关活水涌流出来。那这段的经文记载在耶稣生平最后的6个月被弃绝的时期，时间发生在犹太人的住棚节快到了。住棚节、逾越节和五旬节是犹太人应该要去圣殿朝见上帝的3大节日。那今天我们看重点在7章的37节后面是耶稣对众人活水的应许。在住棚节的期间，祭司会按传统每一天从西罗亚池来承载水瓶回到殿中，大祭司会浇在祭坛上及注满在坛旁的器皿内。这个意思是象征耶和华的灵降临，它称为殿水礼。节期的末日就是第7日，也是庆祝这住棚节的高潮。在人对上帝恩典的渴求最高峰的时候，耶稣他站起来当众宣告，他有使人永远不渴的活水。这段经文它应验了先知的预言，将有一泉源为众民除罪，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城流出，从他腹中流出来，是指信主的人将领受圣灵，但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得荣耀之后。当耶稣说了这段话之后，对耶稣这些群众听了有各种的反应这些群众听了
主的宣告有3种不同的反应。第一个，相信耶稣是基督，那先知好像摩西一样的先知，也就是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。第二个是半信半疑，看见耶稣施行的神迹而相信，但他们仍有疑问。按圣经，基督应该是从伯利恒而出。第三个，反对耶稣，认为耶稣是假冒的弥赛亚，所以他们要捉拿他，因为当时有不少的假冒者。今天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得着荣耀了，父神已经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因此呢，我们这些相信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儿子的人，都能够因他的名得生命，有圣灵的内住，享受生命的活水。所以当信徒因着相信把基督接受到我们心灵里面的时候，他在我们里面是生命的泉源，是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滋润的活水。所以把神自己就是永远的生命从灵里涌出来，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充满在我们整个人生，解决了我们自己里面的干渴。但是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不仅是为我们个人，更是为了普世的众人，为上帝永远的计划。这是他要万人得救，不愿意有一人沉沦。所以上帝要让活水永流在我们整个人，也要我们完全享受他的同在，经历他的丰富之后，他要我们把他活出来，彰显出他的荣耀，他的慈爱，他的能力。所以我们若肯完全来降服，完全被他来浸透，那这一道活水江河会越涌越多，越流越多，让我们成为活水江河的管道，能够涌流出去。我们来默想，你是否心灵干渴？你愿意到耶稣那里得着生命的活水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赏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，也给我们有活水的应许。凡信靠耶稣基督的，那活水的江河就要从他心里涌流出来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也祈求你赐给我们有智慧，让我们透过你的真理能够明白你是那赏赐活水江河的泉源。愿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，帮助我们在每一天浸泡在你的活水里面，就是让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，让这活水涌流，从我们的生命彰显出来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也渴望成为活水的管道，让你的爱跟真理透过我们流向这个世界，帮助我们以爱和怜悯来对待我们所接触的人，也帮助我们成为你荣耀的见证者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与人分享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得着耶稣所赐的生命活水，让你的生命丰富出来，流向你的周围。我们明天见。